要大西，哎，大爷哥来了吗？哥哥在后面。我在这里，大爷。干啥呢你？去山上了？我不去了，大爷，你自己放几天带过来就行了。去嘛，大西，弟弟也在，我们3个人一起去散散心。真的吗，哥？山上肯定好玩吧？哎，我不去了，大爷，你自己去吧。哎，去嘛，哥哥，刚好带我去看看。去嘛，大西，走。哎，那行吧，大爷，我先去给马子脚装马蹄子，等我一下。哇，太好了，那我去准备一下。去。来，他这个抓一下。来，瓦里斯，你把这个好好拉一下。我。来，往上提一点。我。弟弟，那个锯子拿过来，锯子。哥，为什么马蹄脚做这个？你不穿鞋子上山，交通不对啊。就是那个一样，这个马也要穿鞋子。这么小声你还不知道？在大学学的啥？大学百度了你。让他鼓励噻，大爷。大学又不是放羊的地方，大学就是读书的本来。这个事情我们农民知道就行。哎，好，上大学牛逼。好了，大爷，可以出发了。走，弟弟，去拿一点菜，直接吃。还是脚上的好吃。哥，把茄子拿多一点，等一会儿去山上烤茄子吃。好，弟弟，来把这个装上。够吃了，走吧，咱们。哥，这个瓜都被碎了，爷爷不在这儿，没人看了。我下山以来没时间看弟弟，我们明年好好种地，喜欢吃嘛就种什么。走吧。好，哥哥。大爷，这个菜放了你的马上啊。好。这个玉米给马吃的，你吃这个弟弟啊。好，上来。出发了，走。走。哥，走了。走了，大西走了。来了。哎，宝宝们，走下，马卡。哎，爷爷好吗？去山上了，爷爷。天气下吧了。月底就回来，爷爷，那边快下雪了。家里有几个子，你帮我看一下，家里没人现在。钥匙给你，爷爷。你们旁身。家里来粉丝的话也交代一下，然后走了。不用了。bo'ldi bolam ya qo'shing'achida tag'da bolam ushashmanma. 你也好好照顾自己。这太美了吧，哥，跟高尔夫球一样。这么美的地方不去吗？真可惜，弟弟。跑！
好，给你拍视频，走。大哥，我渴死了，要喝水。继续走，前面有水。哇，这里有水，来喝点水。太渴了。泉水好喝，这个。Bunlar kimdir? 와 아다치 와 아다치过来 yaxshimi baxil? yaxshi 아다치 yaxshimi o'zi saylayman shashan你20多天了我有点忙了，哥哥。爷爷的后事刚办完回来。我也知道了我也心疼了哎你们这太远了走我们叫你们一块喝茶我们还是走吧。啊走吧太阳下来你走吧 Kimdir ballar, kimdir. 走进去太阳，那个西瓜带上。好。起来 Adaş来了我，Adaş好像先不见了我，才回来吗？对，我们有点忙了。你们尝试啥妈妈给你做饭不用做饭，喝这个奶茶就行。来，太阳喝茶。是来玩。 Oturup durun dermen tamak yesen birden de dayar bular. Aferin lan. Tabağın kırdım. 没见过这个饭，看着真好吃。来吃个饭，太阳。好的，来吃弟弟。好久没吃过这样好吃的蒸面，好吃。对，太好吃了。 Tıkırak cengderen. 再吃多一点。说，你也吃吗？说，你们吃。 아다씨, 타신이 내弟弟吗？你们两个特别像。对，他是我亲弟弟。弟弟，你也学会放羊了吗？对，陪着哥哥待几天，过几天就回去了。我在上海上学。这个蒸面太好吃了，奶奶。我们也吃饱了，我们该走了，哥哥。你们今天就是休息。 明天就出发，你们走吧。我哥哥说的对，今天不要回去了，咱们一块4个人再去我房间呢。说的也对啊，大西。
我们也累了，哥，今天在这休息吧，要不？休息就休息吧，那就。我这就对了嘛，你们也祝我也高兴嘛。我给你们付个饼子去啊。哦，常普红一点的杯子啊。好的。